大家好，我係金仔，今日玩 Roblox 鯊魚生存。今日挑咗喺海度生存1分鐘，事不宜遲，Go Go！我好多鯊魚，走走走！我有銀牌，好大條鯊魚，撞上去。有冇飄到？成個前半部，成個前半部冇。誒，有條鯊魚尾嘅，係咪有條鯊魚卡咗喺度？挑戰成功，咁好啦，呢次視頻就完啦，拜拜。